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今天是圣灵降临节，也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。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当中，很高兴能够聚集在这里。这时候邀请我们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让我们准备用我们的诗歌，用我们的全新的身心灵，还有我们的掌声，一起来开口赞美神。全心感谢，全心赞美，全心感谢，全心赞美，进入你的约，全心颂赞，献上慰藉，是最纯的果子，在你里面一无挂虑，喜乐满溢，常常感谢，不知大道，盼望在于你，我要全心赞美。生活在世上节日，我要全心赞美，赞美还要赞美不停，一人光临欢呼声永不息。跟你左右两边的兄弟姐妹说，我们很高兴一起来赞美神。我们很高兴一起来赞美神。让我们再一次用我们的赞美传到神的殿中。全心感谢，全心赞美，进入你的约，全心颂赞，献上慰藉，是最纯的果子，在你里面一无挂虑，喜乐满溢，常常感谢，不知祷告，盼望在于你，我要全心赞美，跳舞颂扬你名，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节日，我要全心赞美，赞美还要赞美不停，一人光临欢呼声永不息，我要全心赞美，我要全心赞美，跳舞颂扬你名，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节日，我要全心赞美，赞美还要赞美不停，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，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，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，一人捧礼欢呼声，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要将我们的赞美充满在神的殿堂当中，邀请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主，你是何等的美好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知道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里面，主，我们相信你现在就在这里，让我们来宣告，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们就不惧怕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必不惧怕，靠着你的圣灵，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必不惧怕。神啊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。只要有你，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必不惧怕。靠着你的圣灵，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必不惧怕。神啊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。是的，有哪一位神能够胜过我们的主呢？我们的神是何等美好！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军，仇敌的攻击，我要更坚定，信靠你。
我力量，你是我永远的拯救。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并不惧怕。靠着你的圣灵，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并不惧怕。神啊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。当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来唱时，我们欢迎神开启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经历他。开我的眼睛，让我看到天使天军，仇敌的攻击，我要更坚定，信靠你，你是我力量。是我永远的拯救，你的右手施展能力，显出荣耀。宣告，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并不惧怕。靠着你的圣灵，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并不惧怕。神啊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。谁能控告，谁能抵挡？谁能控告，谁能抵挡？我是神所拣选的，我是神所拣选的，谁能控告，谁能抵挡？我是神所拣选的，我是神所拣选的，谁能控告，谁能抵挡？我是神所拣选的，我是神所拣选的，谁能控告，谁能抵挡？我们是神所拣选的，神所拣选的，我是神所拣选的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并不惧怕。靠着你的圣灵，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并不惧怕。神啊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。我们相信神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就不惧怕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并不惧怕。靠着你的圣灵，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。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我并不惧怕。神啊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。神啊，谁能像你？神啊，谁能像你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，施行其事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只有你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就不惧怕。主，我们相信，在风浪之中，有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站立得稳。愿我们的生命能够以你为准则，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。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人，
乃是这位爱我们全能的神。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，圣洁美丽，无人能及。赐我气息，毫无保留，为我舍命。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，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。你的爱使我重新得力，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。心坚定于你，眼目专注于你，风浪之中有你同行，不畏惧。我心坚定于你，我灵降服于你，在你怀中平静安稳，我必得安息。当我们确信我们在神怀抱中，相信他是我们的牧人，我们愿意跟随他的道路去行，我们的一生就不偏离。主是我们前方的道路，是我们的亮光，让我们再一次述说他的美好，你的爱。你的爱使我灵魂苏醒，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。主，你的爱使我们重新得力，使我重新得力，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。我心坚定于你，眼目专注于你，风浪之中有你同行，不畏惧。我心坚定于你，我灵降服于你，在你怀中平静安稳，我必得安息。主的灵在我们的当中，我想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。这个祷告可以是一个认罪的祷告，那些拦阻我们与神关系的，在这个时候，我邀请你们可以一起到神的面前，对他来诉说，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也邀请我们当中，可能现阶段有遇到一些困难或挑战，或人生的大事，我们在这时候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求神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锚，让我们能够坚立在他的道当中。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赞美你，求你将我们每一个人放在神的手中，愿神你亲自的来在，只是我们将每一个属你的孩子交托在神的手中，求你看顾，只是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，求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，让我们这一生不偏离你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邀请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总可以经历到你的恩典。我心坚定于你，眼目专注于你，风浪之中有你同行，不畏惧。我心坚定于你，我灵降服于你，在你怀中平静安稳，我必得安息。在你怀中平静安稳，
在你怀中平静安稳，我必得安息。圣灵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知道你运行在这块土地，在这个地方。主，我们相信你今天会对我们来说话，不论是提醒或安慰。愿我们的生命在你手中能够坚固，在这个信仰的当中。主，我们也为着今天的考试的考生来祷告，虽然他们不能在我们的当中，但愿神祝福他们未来的道路都能够在你的手里，他们的信仰一生也不偏离。我们也为着今天的礼拜，为着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主，我们都需要你。愿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，能够坦诚在你的面前，并且能够听见神你对我们来说话，来提醒我们，来紧紧抱住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经历到你。我们祷告不足的，在这时，我们一起用神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